One, two, three。由香港貿發局及現代化中醫藥國際協會合辦嘅國際現代化中醫藥及健康產品展覽會，今年邁向10週年。1年5日嘅展覽會，吸引近130間參展商，成為內地中藥邁向國際市場嘅重要橋梁。香港大學喺展會期間設立中藥面面觀資料展板，介紹肌肉筋骨保健、中醫用藥嘅知識同埋穴位按摩手法，加深市民對肌肉勞損疾病嘅認識。日本公司富士國際展出嘅肌松茸產品可以提高免疫力，甚至減輕癌細胞擴散，達到降低膽固醇嘅效果。香港公司創領國際推出嘅活磁波負離子機，可以增加肺活量，改善高血壓、失眠等都市病。今屆中醫藥會議以中藥發展新里程為主題，探討包括中藥商貿國際化同現代化等議程。世界衛生組織醫學顧問、中國工程院醫藥衛生工程學部院士鍾南山教授發表演講。佢認為香港喺研究推廣減少抗生素，利用中醫配合西醫喺結合治療同養生方面都可以扮演重要嘅角色。喺香港咧，基本係英國嘅一套嘅呢個理念醫療嘅。咁佢好少用抗生素。中醫最主張嘅係治未病，係嘛？即係話中醫啊，應該同健康保健將佢 merge， 將佢結合起嚟。而家嘅人嘅生活水準提高，人嘅對健康嘅要求更高。假如喺呢方面拓展佢，將佢同即係健康保健康復呢個將佢結合起嚟呢，我諗喺香港作為一個切入點啊，會發展得好快。佢認為香港有好強嘅西方醫療系統，研究中藥冇包袱，可以為中藥研究提供良好嘅條件。香港佢嘅框框少啲，佢比較容易採用呢個西醫嘅現代嘅方法嚟研究一啲中醫嘅，包括一啲理念同埋包括一啲藥物。咁喺香港呢，因為佢受到呢方面嘅教育比較多，即係所有東西都要證據，咁呢個就好強烈嘅。所以佢就好容易就接受採用呢個純正醫學嘅呢套辦法。第二個呢，我諗佢喺一定意義上呢，佢同國外嘅溝通比較容易。一個呢係語言問題，一個係文化問題。呢個呢，佢當然吸收到一啲中醫嘅好嘅東西呢，佢比較容易同國際上溝通。溝通咗以後呢，佢有可能即係將中醫嘅一啲好嘅嘢呢推向國際，推向世界。呢個呢，香港可能比大陸嘅呢個優越性或者條件會更加好啲。